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哪样的青年开网络的节目，加强监督执政党的力头。即卖整个台湾监督到执政者的这个力头是无够的，所以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就邀请到党内的青壮派、甲资深的媒体工作者来组成着野台五花家，要伫个新的网络节目替在野党来发声。 再也不让手举起来画口号，还佫学日本动漫的动作，但是毋是要向伟大的航道前进，是国民党的青壮派要伫网络顶悬开新的节目。野台加油！台北市议员罗志强，伊是国民党革命实战研究院院长，伊找副秘书长李干秀，还佫有立委洪明凯、媒体人朱凯雄，组成一个野台五花家。 是负责经费筹措，还有一些行政协调，就是来当店小二。现在其实整个台湾监督执政者的力道是不够的。野台不是只是国民党的野台，而是所有人民在监督我们执政者傲慢的一个平台。大家可以及时的留言跟我们回馈。节目的内容由主持人家己决定，唔免烦恼讲会和国民党目前的地步有冲突，嘛无点阅率的问题。针对监察院的人事动议权，节目内底。 买讨论做的就是资源的整合，我们线上线下同步整合，以及我们场内场外同步整合。过去国民党很多的直播，其实就是自己做的开心，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你的内容到底要跟民众沟通什么事情。你真的要挑到一些就是民众真的关心的议题，好好去讨论。连续2摆总统选举拢失败，国民党青壮派想要争取更较侪民众来支持，所以即马出奇招。